Hello，大家好！聖誕節就快到啦，除咗同家人朋友慶祝之外，我哋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嘅身心健康，迎接新嘅一年。係啊，所以我哋準備咗一系列精彩嘅獎賞，幫助大家保持健康同快樂。今個月只要喺1至15號早鳥優惠期間，購買滿125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，就可以獲得5 ml 山薑精油1支。山薑嘅香氣溫暖辛辣，特別適合喺冬天嘅時候使用。你可以用嚟擴香，或者將幾滴山薑精油加入按摩油進行按摩。冬天嘅時候好容易手腳冰冷，用山薑精油按摩有助促進血液循環，幫助身體提升溫暖感。聖誕假期好多朋友都會出遊，嚟緊要介紹嘅產品就啱晒呢個時候用啦。今個月只要購買滿19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或者標準訂單，就可以獲得5 ml 薄荷精油1支同旅行分裝瓶套裝。旅行少不免要早起或者夜瞓，喺出街嘅時候塗抹薄荷精油，無論去玩、食嘢或者 shopping 都可以令你時時刻刻充滿活力。Eric 啊，你去旅行嘅時候會唔會帶自己嘅護理產品㗎？會啊，不過一次過帶太多又會好麻煩，同埋搞到個篋好重。咁呢個旅行分裝瓶套裝就啱晒啦！你可以將自己嘅沐浴露、洗髮露、護髮素同潤膚露帶去旅行，輕鬆又方便。聖誕節經常令人大吃大喝，而且食物嘅種類又難以控制，例如多肉少菜，會令腸道負擔加重同益菌減少。咁唔使驚，今個月只要購買滿30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，就可以獲得一張 Life 9。佢含有9種強效活性益生菌，可以幫助腸道益菌平衡，支持消化系統健康。係啊，有咗佢，節日期間都可以 keep 住腸胃健康。今個月只要購買滿45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或者標準訂單，就可以獲得 Season Essentials 複方精油1支。呢款精油以檸檬、薰衣草同薄荷3款人氣精油為核心，再加入具強效舒緩特性嘅黃花同埋藍胺精油配製而成。你可以用嚟擴香或者局部塗抹，清新嘅香氣可以令你充滿活力，幫你輕鬆適應季節變化，係你轉季嘅好幫手。以上就係12月份嘅 PV 獎賞優惠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 share 呢條影片，俾身邊嘅朋友認識更多 Young Living 嘅產品。預祝大家聖誕快樂，Merry Christmas！